單位入門522尺，感廚。客廳光猛，望住獅子山；飯廳闊落，間隔方正，景觀開揚。無縫接軌有橋連接宋皇臺站，採光度高，廳房同向，客房寬敞。主人房單邊位，雙層景觀，居高臨下，一望無際。間隔方正，入牆衣櫃。洗手間改咗幾個名次設計。單位522尺，放售，有鎖匙參觀。如有興趣，聯絡返我哋志高物業，至 Top 代理，扎根區內20載。奧雲峰流花到而家，必然係專家。